花西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国内的旅游逛滚，真侪热门的餐厅生意是抢滚。食药署来考察到台湾各地总共164间生意真好的美食的餐厅，结果有9间不止出名的餐厅拢来违规。这个违规的项目，有的是漂失无实在，有的是有农药的残留。 为日本来的苏世龙台北中华路店食药署复查，这个雪蟹沙拉共款是无合格，罚3万块。苏世龙表示讲，问这个沙拉用的青菜用的是食品级别清洁剂清洁的，细菌素会定期委托第三公正检验单位去检测，强调讲会配合针对无合格的部分去做改善。臭豆腐非常阿甘锅。 湖南的臭豆腐有够臭，无代表会使放万年9碗。华城集团旗下101商德北光明店被发现讲，这原料过期，罚12万。餐厅声明讲，今年3月份食药署考察时发现臭豆腐单一原料过期，经过查证，这原料绝对无提供给人客，不过无正确放伫报废区，已经强化内部的教育训练。小蒙牛新德精品店嫌这农药残留无合格。 网红雕成餐厅咖啡努努，因水嘛是农药残留无合格，还佫追查来源。食药署即摆只针对164间高人气的餐厅，有9间无过关。既然生意这好，食品的安全更加爱好好做。